呢台係香港嘅 FL5，咁所以冇啲嘅重低音嘅。今日升級呢個重低音然後供放線材。我哋全部都係訂原包嘅，主機嗰啲都要換埋。佢呢個供放咧就係常規，中國大陸咧就裝右邊嘅，咁中國香港咧就右舵車裝呢邊嘅。這個就這樣子撬開有個螺絲啦。嗱，呢個就係重低音兩廂版本。呢個色板咧嗱，佢就係密籠嘅，我哋呢只係空心嘅，有呢嘅。嗱，呢隻 C 柱咧嗱，佢原來係密籠嘅，睇唔睇到密籠嘅？呢隻係有喇叭位嘅。呢車嘅拆裝方法就係區別，就係同我哋中國大陸嘅左邊右邊區分啊。一樣係有左邊一樣又有供放位啊，左邊啊。嗱，你哋唔清楚雷達主機喺邊個位置啊？喺呢度收音，呢個低音炮位置係剛剛好嘅啊。佢右舵車個供放就係裝呢度，唔需要擔心佢冇位裝啊嗱，全部都係螺絲固定，睇唔睇到？螺絲固定嘅吓，唔係嗰啲肥肥流擠凳底嗰啲嘅，冇閪用啊！呢啲線我哋依家開始引線出嚟啦，固定好嘅，入邊有螺絲，睇唔睇到？兩隻腳都有，一隻腳兩隻腳。那主機對比一下，就區別差這一個口其他都是一樣的。裝咗上去就咁嘅效果啦，你睇下。呢個係低音炮，呢個係衛星喇叭，係左邊嘅。升級呢個氛圍燈，呢個拉手嘅氛圍燈，仲有杯架嘅氛圍燈啊。都搞好了，我們通電看一下。開機就紅章，然後自動跳過，㗎，唔使我撳㗎啊。跟住連個老細個卡俾你。一樣支持按鍵語音的。打開高德地圖，佢就會打開高德地圖啦。嗱，呢個係 logo 啊，係咪？紅色車就設置翻紅色車。好啦，加模式，模式，你哋最關心嘅係模式，注定義。